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听故事的阿君。今仔日呢，我要来和大家分享一条故事，是属于红仔册的故事哦。但是才提醒一下，若是囡仔要听，是大人上好是和囡仔做伙听，有略略仔恐怖哦。爱哭的孩子不要哭，他会咬你的小耳朵。不睡的孩子赶快睡，他会咬你小指头。听讲，足久之前，伫青山湖南内底有一只千年的虎精咧修行。伊修行的方法是去山骹的田庄内偷几若个三更半暝无要乌困，伫外口乱骚的囡仔来食掉。爱食9999个囡仔，才会修行成功。有一天，伊个枵啊，足枵的呢，我需要食物件，所以伊只好对伊温暖的手拔出来，亲吻一下，才开始出发去找伊的食食。伊对早起开始行到暗时，伊总算是到啊，嘛已经枵甲挡袂牢啊，总算是到了，我枵到要死啊！妈妈再见，宝贝再见，莫凊彩替找份人开门哦。虎精听着真古锥的囡仔声，对这户的窗仔门看入去，厝内只有一对姊妹啊，做伴咧耍办公花啊。一声好啊！厝内无大人，拢白泡泡，佮油咪咪，我找着我的暗顿咯。虎精开始西装打扮。伫东边的回收场找着旧的水衫，伫西边的菜市仔捡着卖剩的咸酸甜，甲家己装他做一位卖咸酸甜的。好了后，伊就去弄门啊！请问有人伫咧无？你是啥？要创啥？我来恁庄脚卖咸酸甜，你敢要爱食？姐姐对门的人旁看出去，发现摕咸酸甜的头家有一双大大的虎爪。无爱，你的手是鸟仔形，绝对袂使开门。姐姐安尼回答虎精。虎精互记抓了后，又搁去北边的粪扫场找一双白色的手套，以及小猪仔的鞋仔，搁转去厝内。这个时阵，姐姐去便所，只有小妹伫咧厝里。请问有人伫咧无？你是啥？要创啥？我是恁的姑婆啦。恁母啊，无放心恁家己咧厝咧，叫我来陪恁啊。我阁有炸咸酸甜来互恁哦。小妹对窗仔门的玻璃看出去，发现徛伫门口埕的查某人淡薄仔稳固，而且手里真正摕2寸咸酸甜，所以甲门开开啊，请入来。小妹讲。
等姐姐对便所转来，看到厝内有一个青云人，煞雄雄行一条。小妹紧甲姐姐简单解释了后，姐姐才放心。好姐甲咸酸甜分互姊妹仔伴，除了陪两个耍办公伙仔，阁互两个囡仔乌乌困。3更半暝时，姐姐伫眠梦中一直听到真吵的声音，敢若咧食物件的声。姑婆，遐暗啊，你咧食啥？我嘛要爱。姐姐拿落目睭若讲，土豆仁啊，姑婆我老啊啦，半暝拢会枵，所以我习惯准备土豆仁当作宵夜啦。食了当咧欢喜，无闲管姐姐，所以好姑婆就等一节伊当咧食的物件，互姐姐。姐姐认真甲看，发现讲根本毋是土豆仁，顶头还阁有挂一圈暗示办公伙仔咧耍的手指，竟然是小妹的枕头啊！要安怎？那会是假的姑婆啦。毋过姐姐真紧就冷静落来。姑婆，我食了土豆仁，想要去便所。姐姐对好姑婆讲，好姑婆当咧食物件无用咧，所以伊甲姐姐回复讲，真正是万牛咬屎尿啦，紧去啦，敢有需要我陪你去？免，我家己会使。过5分钟了后，好姑婆甲小妹食了啊，发现讲姐姐拢无转来。伊想一下，就知影伊互姐姐骗去啊啦。虽然伊已经食饱，但是互一个囡仔屁骗去，实在是真写面子啦。所以伊决定出去找姐姐。亲爱的姐姐，你伫倒位咧？你小妹哭要找你哦。好姑婆哪话哪找，其实姐姐无去便所，伊先去仓库烧一桶滚水。甲迄桶水吊伫门口埕的青仔树顶，嘿咻嘿咻，哟，总算是好啊！等待一切拢准备好势了后，伊就点点坐踮树仔内等待。亲爱的姐姐，你伫倒位咧？你的小妹哭要找你哦！亲爱的姐姐，你伫倒位咧？你小妹哭要找你哦！亲爱的姐姐，你伫倒位咧？你小妹哭要找你哦！好姑婆的声音愈来愈近。看哦，你这狗屎囡仔，原来伫遮啊！本来吼想要甲你留到明仔载啊，竟然你知影我的身份啊！我即马就要甲你吃掉，你甲我落来啦！因为好姐袂晓爬树，好姑婆只好伫树骹吼足大声的。姐姐惊甲皮皮喘，伊又是讲：好姑婆，等者啦，你迄目睭互我足惊的啦，我一惊肉就会加互丁丁，无好食哦。伊和好姑婆做交易，叫好姑婆甲目睭揢起来，
喙拍互开开，伊会家己跳落。好，你上好是莫闭鬼闭怪。虎姑婆甲喙拍互开，把手揢起来，徛踮树仔骹等。原来是姐姐甲滚水倒落虎姑婆的身躯顶，虎姑婆互烫者，伫涂骹拍喷，疼死啊！疼死啊！疼死啊啦！5分钟了后，就无咧叮当咯。姐姐为着确定虎姑婆已经死啊，伫树顶坐到过灯光的早起，天拄拍扑仔光。才慢慢啊爬落来，用脚踏一个虎姑婆，虎姑婆拢无叮当，姐姐才敢哭出来。好久好久的故事，是妈妈告诉我。在好深好深的夜里，会有虎姑婆。爱哭的孩子不要哭，她会咬你的小耳朵。不睡的孩子赶快睡，她会咬你的小指头。还记得，眯着眼睛说。虎姑婆别咬我，乖乖的孩子睡着了。好，故事到呾就结束咯。下面是一寡有关虎姑婆的故事分析。甲虎姑婆亲像的故事情节，个个满满是，像欧洲的小红帽去互大野狼食去的故事。嘛有人讲，狼甲七只羊仔和小红帽的复合型。我本人是感觉。伫格林童话内底，有一篇叫做《韩塞尔与葛丽特》，故事的内容嘛是相画。老实讲，细汉的时，我家己听着拢嘛足惊的。虎姑婆这种故事实在是有够恐怖。大汉了后，甚至认为讲，这个故事实在是袂当讲互囡仔听的。会当属于是恐怖类故事，听了绝对会困袂去。不过，故事拢有一个目的，这种吓惊的故事是为着警示囡仔，莫凊彩相信，讲是你的亲人，也是无看过的催婚人，甚至是开门直接互伊入来到厝里，爱有警戒心，就是华语咧讲的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好，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。若是阁想要听阁较侪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，爱请大家替阮按赞、订阅，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香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